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灣區朋友仔阿庭啊！我依家身處呢個位置咧，係東區嘅天翼星河 Coco City 啦，亦都係中山東區非常之 hit 嘅一個大型商場嚟嘅，非常之誇張。但係今期嘅主角咧，就唔係介紹商場啦，就係商場上蓋嘅呢一支嘢啦嚇。喺咁靚嘅地段咧，就肯定唔係話簡單嗰啲普通細埃嘢啦，唔係普通嘅寫字樓啦。係一個400幾平方，將近4500尺嘅一個大型嘅一個大平層屋苑嚟嘅。係啦，呢個屋苑咧就係商業性質嘅，但係70年產權啊，內部嘅細節，呢樣嘢啦。OK， 各位總裁準備好未啊？我哋上去參觀你屋企噶啦。總裁，歡迎翻到你屋企啊！我係你嘅管家阿庭，因為你太耐冇翻到嚟呢度啦，咁由老奴阿庭為你簡單介紹翻下，呢一個咧就係位於中山東區嘅大平層單位嚟嘅，天翼 Coco City 嘅一個大平層單位，叫做展型天鑽嘅。呢一個單位咧就係414平方，折到香港嘅尺數嚟計咧，就將近4500尺嘅，而且係專梯專戶嘅，你見唔見到啊？尊貴嘅你入嚟之後咧。呢個電梯間嘅位置就你屋企使用嘅，連大門咧亦都係雙開嘅大門。我哋先去參觀你屋企先嚇。入門之後，呢度有一個好大嘅玄關位啦。當其時你喺呢度搞裝修嚇，都將近投資咗500個入去嘅呢個單位。你當其時裝修咧用咗500個。見唔見到啊？連個客餐廳嘅位置咧都非常之大嘅。黃生，你先行先，我係你管家嚟噶嘛？見唔見到呢個270度嘅超大型嘅採光窗啊？你當其時咧為咗封呢個玻璃咧，都係用咗 YKK 嘅暴風系列，連封窗嘅價碼都將近20個嘅。呢一個單位咧 ，OK 係非同尋常嘅。首先佢嘅層高咧就已經去到3.5米啦，正常常規嘅可能就係2.8、2.9，但係佢嘅一個層高去到3.5米啦。再加上呢度嘅樓板咧係將近20公分嘅，常規嘅住宅國標係8公分啦。20公分嘅樓板咧可以好咁樣去隔咗樓上嘅啲噪音嘅影響咁樣啦，係啦。再加上啦呢一個展型天鑽嘅單位啦，連個陽台都係可以跑步㗎。因為之前口罩事件咧，你就唔方便落樓做運動啦，就喺呢度眺望嘅遠景。如果天氣好情況下咧，喺呢度高層係可以望到深圳嘅視野，會非常之靚仔。當然呢度三面環路，噪音有一定影響嘅，所以如果你後期諗住封翻玻璃嘅情況下咧，亦都要做翻啲 YKK 暴風系列啦。嚟啦，呢個陽台就係香港嘅一個跑馬地咁樣啦，兩邊咧都係有好闊嘅位置啦，可以喺小區你間屋入邊就可以去跑步，再加上視野冇遮擋啦。OK， 我哋睇翻介紹翻你嘅一個房間位置啦，因為咧呢度嘅設計一共係做咗5間房，然後咧就6個廁所，有一個客廁咧專門俾客人去使用翻嘅。睇下你今晚選擇瞓邊間房先，好唔好？首先呢個位置喺廳嘅後邊咧，就係尊貴嘅主人房啦。步入嚟之後，呢度有一大排嘅一個衣櫃啊，擺上你嘅 Gucci 啊、LV 啊、Prada 啊都係冇問題嘅。而且你見唔見到啊？佢嘅裝潢係好大氣嘅。再翻過嚟呢個位咧，就係主人房嘅位置，休息區啦。呢個主人房嘅面積咧，就等同於常規嘅一個戶型嘅客廳嘅位咁樣啦，好大氣嘅，好大嚇。OK， 再加上呢度出去之後咧，仲會有一個你自己嘅一個私家客房、主人房嘅露台，同樣望到城市景觀。呢度係14樓，如果你話去到30幾層咧，你個景觀視野非常之靚仔。OK， 主人房咧，係帶咗浴缸同埋咧雙人嘅洗手池呢個位置，連入邊咧仲有企缸同埋我哋一個電動馬桶嘅一個分區位嚟嘅。
睇你今晚想用邊種去沖涼啦。如果想浸住嘅 ，OK， 等陣我為你放好水同埋放好晒香薰啦。OK， 再過嚟呢個位置啦。嗱，我哋客餐廳咧，啱先冇睇得清楚嘅。咁喺我哋嘅一個客廳呢個位置個私密空間，右手邊咧就係會係飯廳啦。咁呢一 part 咧就位置好大嘅，再加上你今晚想食中餐，抑或者係西餐，我哋會安排好廚師過等你啦嚇。今晚咧仲彈上我嘅一個鋼琴曲，為你哋助興。OK。繼續去睇睇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先咁樣啦。動靜分明啦，隔開咗嘅。首先左手邊呢個位置咧就係第一個廁所，係客廁嚟嘅，客人專門用嘅，所以咧就冇準備到一個淋浴嘅一個區間，係啦。OK， 過嚟呢個位置咧係第二個套房嚟嘅，係啦，有常規嘅一個衣櫃啦、衣帽間呢個位置。呢個衣帽間咧細咗少少，但係咧功能性 OK 嘅。再過嚟係休息區，然後咧，亦都會有單獨嘅我哋嘅一個陽台位置啦，等係私人空間會比較好嚇。亦都係套房嚟嘅，帶咗一個廁所啦，乾濕分離，入邊咧係有淋浴嘅一個位嘅。OK， 呢度係第二個套房啦。再加上咁大間 house 咧，係咪啊？點會冇專門嘅工人房咧？呢個位置就係一個工人房嘅休息區啦嚇。呢張床我瞓落去咧，其實 OK 嘅，啱嘅。如果係你選咗一個客人嚟做工人咧，呢張床可能會細少少，因為佢嘅高度係1.9米啊嘛。然後有單獨嘅淋浴房呢個位置，係啦。OK， 再加上啦，你有時你啲朋友咧就比較係出名嘅明星啊，例如啲比較政要嘅議員啦，就唔方便行公 lift 嘅情況下咧，緊急事件，我哋仲可以行翻後門呢個位，係啦，後門呢個位亦都會有貨梯，可以直接落翻樓下，或者直接上到樓頂坐直升機直接飛翻香港嘅，有條航線嘅嚇，有條航線可以直飛翻香港咁樣啦。然後喺呢個位咧就各有2間套房啦，嚇，各2間套房呢個位置，亦都係有比較大嘅一個點就係 OK。出邊咧係一個私家露台嘅，基本上每間房咧都可以做到一個私人嘅陽台咁樣啦，互不打擾。總裁今晚決定好瞓邊間房未啊？同埋咧今晚食西餐定係中餐，抑或者係法餐咧？我依家係安排去買餸噶啦嚇，落樓下就可以買餸噶啦。咁今期咧同總裁你分享呢間屋苑啦，下期咧記得 follow 翻我嘅 channel 啦。你另外間屋苑等你去揭秘咁樣嘅，拜拜。